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来到花莲来介绍这位蔡奇的传奇人物黄诗荣。伊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女性的跳手，捌伫军中做过士官，退伍了后到蔬菜合作社做文书。意外甲军中化口令的机卡用来拍卖蔬果，甲菜贩仔划价，短短几秒钟就会当完成交易，实在是有够厉害。 几秒钟内就完成拍卖，小可无张持，就可能错过一笔好生意。这其中关键的人物就是负责拍卖跳手黄诗荣。速度够紧，加上特殊单指音甲手势，黄诗荣是全台湾唯一的女跳手。3年外前，由于军中退伍到合作社做文书，想不到伫军中发口令的机卡。 伫遮用会到，嘛会变成跳手的接班人。一开始要听前辈喊那些声音，刚开始都很难，因为也要靠自己，要用腹力。对。跳手唔是讲紧就会使做，发声机卡甲声大，拢会经过训练。还要看上新的菜价，甲买方超介绍，袂使了钱。你要认识菜种，你要看菜的优劣，你要掌握到全省各地的，像台北、西螺。 那个主要市场的蔬菜行情，掌握现场的气氛，眼观四方，这项人工化价传统，为日本时代就有啊。即马拍卖果菜，只剩花莲才看会到，嘛每一届化价拢敢若是一场精彩的拍卖表演。